同埋一先生，交俾集前。暫時顯示2倍嘅手機標霸順利，最後入閘係一先生。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8場賽事一班14，全熱門係3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啦！藍衫嗰隻呢，手機標霸唔算好快啊，咁啊走咗上去噶嘛，外邊位置就飛鷹翱翔啦，中間開心寶寶啊，內欄紅衫嗰匹呢，就係賢者無敵啊，第4位淺藍衫神虎龍區啊，內欄深藍衫第5位手機標霸，後邊4隻啦，一先生陸續無限啊，尾二係球星啊，暫時殿後係美麗同享嚟噶，過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飛鷹翱翔就放啦，跟住第2位就賢者無敵啦，開心寶寶第3啊，內欄第4就手機標霸，第5位外邊淺藍衫係神虎龍區啊，63內欄尾4係陸續無限，後邊3匹馬一先生球星白衫去尾2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美麗同享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呢就係呢隻飛鷹翱翔放啊，賢者無敵外邊拍住佢啦，第3位嘅馬有白衫，外邊呢就開心寶寶啦，埋邊啊手機標霸淺藍衫攞出去外邊，第5位神虎龍區埋邊63呢仲有陸續無限，後邊3隻一先生美麗同享球星，最後直路前面呢賢者無敵出咗嚟先啦，埋邊鬥緊有飛鷹翱翔啊，外邊追開心寶寶，埋邊穩位上手機標霸，外邊神虎龍區後多層嘅話仲有陸續無限，最後100零米開心寶寶已經拋離咗後邊嘅對手個幾身位，埋邊手機標霸出邊神虎龍區接近終點，開心寶寶贏啊，跑第2名手機標霸，第3名神虎龍區，第4名應該係陸續無限嘅機會高過美麗同享啊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開心寶寶沿路跟住第3位到啦，入彎就攞出嚟中檔掟甩嚟贏啊！手機標霸跑翻個第2、第3名神虎龍區，其實頭3名都掟甩晒㗎啦，陸續無限。咁啊，埋邊63嗰隻應該係第4嘅機會高過出邊嘅美麗同享啊！呂健威唔理你啊，整條 Q 添啊嘛，鐘奕禮贏開嗰個都係贏喎，布文又今日批㗎嘛，又係第2，開心寶寶咁啊，臨尾係好啦，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9號啊，開心寶寶獨贏派65個半，位置派19蚊。跑第2名係3號啦，手機標霸，位置派10個半。跑第3名5號神虎龍區，位置派37蚊。連人位3搭9派70蚊，位置 Q 3搭9派29蚊，5搭9派128蚊，3搭5派68蚊。二重彩啦，9號3號順序派189蚊，單 T 3號5號9號派296蚊。跑第4名就4號啦，陸續無限。3重彩啦，9號3號5號順序派1789蚊。時間1分20秒69。呢個咪開心寶寶咯，鐘奕禮咁啊，有3場啦。咩做個輕磅好輕鬆啊姿態啊！布文今日都又真係都跑得好，不過就係得硬係都贏唔到。都唔好落後啦，早段。係啊，個位都跑啱㗎啦，不過人哋嗰做輕磅扣女啊，鬆咁啊，鬆係咯。始終佢都加翻啲磅上嚟啦，之前贏啊唔係咩呢個磅啊，贏呢啲咁嘅賽事。今次要讓翻轉頭啊，始終啲3級賽啊又係咁啊。
即係啲一班賽或者3級賽都係輕磅嗰啲輕磅啊着數好多嘅。同埋呢場又係啦，賢者無敵真係想嘗試快過隻飛鷹翱翔，咁飛鷹翱翔梗係要放噶嘛，咁兩隻都走得快，變咗唔可以單騎放咯。雖然佢唔怕快步速，但係舒服單騎放先得咯嚇。單騎貼難輕，即係好咁好啲咯。佢而家叫佢俾人逼住噶啦，翻到好後添。佢有啲即係進退失據咯。我諗下黃寶嚟呢一場，即係佢想早段稍留啲嘅，跟住俾隻飛鷹翱翔過咗，跟住佢又有啲捉唔住，出咗去2踏砰即係咁上嚟。咗口啊！咁兩隻勒住啊，兩隻勒住放。咁啊，恭喜晒開心寶寶馬主獲得自購新馬特別獎金啊，有港幣100萬元嘅。咁亦都令到開心寶寶又好跑啲啊！本來冇遮擋嘅開心寶寶，就係嗰度黃寶嚟捉唔到啊，變咗有翻遮擋跑。係唔到你，順開就順噶啦，啲騎手風騎師啊，人哋跑錯啲，咁佢又就啲咁嘅贏輕鬆。收翻嚟1400又好啦。美麗同享嗰啲熱身啦，都有追下。球星反而後嗰啲真係當市集咁啊！係熱身啫，你睇佢跑法都係。4連環預計派咗啦，3號、4號、5號、9號派822蚊。呢啲好似事前話俾你知當市集咁。但係你咁嘅水準好難跑女王杯喎，係嘛？嗰啲站馬都市集都應該近咯。4重彩預計派咗啦，9號、3號、5號、4號順序派19336蚊。佢係真係要好早騎嘅，田泰安喺路逼隻馬都唔係好展步初。拉士追翻啲啦。神虎龍區潘頓都夾啊，攞翻個位置。1400啦，佢都係冇得揀啊，死路程。4嘅最正宗。好，亦都睇翻呢一個巡邏影片啦。起步啦，二檔嘅手機標靶就少少慢咗半拍。另外外邊嘅美麗同享啦、球星啦，都係早段呢唔係好快嘅。咁留意下內欄啦，黃寶嚟呢一路極力呢收短啲韁繩呢，希望都想留住呢隻賢者無敵。咁當然艾少禮都俾緊埋嚟啦，飛鷹翱翔啦。但係你見佢一過咗頭呢，隻馬就好行啊！嗰隻賢者無敵。外邊就開心寶寶埋邊手機標靶啦，跟住神虎龍居一先生陸續無限就拍住佢。尾二球星包尾就美麗同享嘅。本來呢個以為拍好晒車捉唔到，即係同頭先田泰安捉到唔同咯，外馬線潘頓咁放咁一捉翻住少少。捉唔到呢度唔得上嚟，你睇都頂到真係，好行搞唔掂。隔離都睄一睄你介紹你望一望隔離嗰個。隔離呢度跑速度自己放咁冇計喎。所以呂健威對舒服啦，3、4位。咁彭志跟住佢啦，咁翻嚟就係嗰4隻球星係大力騎緊喺度，拍一下。咁繼續騎啦嚇，有啲未喐嗰隻開心寶寶，撳住，我都幾有功架喎呢場嘅話，係嘛？好似好多喺手擺到正晒，好遲先騎。大超班馬咁嘅姿態，布文都開始好早落邊啊，立住一路都係。我覺得始終佢跑開告東尼嗰啲馬呢，都係慣咗小肉邊係啊。好啦，第8場福邦完畢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3搭9派29蚊，5搭9派128蚊，3搭5派68蚊。二重彩啦，9號、3號順序派189蚊。4連環3號、4號、5號、9號派822蚊。4重彩9號、3號、5號、4號順序派19336蚊。孖寶派彩啦，頭關2號、尾關9號派641個半，頭關2號、尾關3號安慰獎派81個半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81，第二段22秒25，第三段22秒1，末段22秒53，總時間1分20秒69，比標準時間快咗7閃半。